主后2024年9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下定决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3章第6节到第4章第4节。约西亚统治犹大的时，上主对我讲：你有看见陪伴的以色列的所做无？伊像关山，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行淫。我想讲，伊做这代志了后，会倒转来我遮。毋过伊无转来，伊不争的小妹犹大嘛有看到伊安尼做。陪伴的以色列淫乱，所以我互伊离婚书。伊不争的小妹犹大拢毋惊，嘛去行淫。以色列甲行淫看做无要紧，去拜插头甲石头，就甲即个土地拍垃圾。虽然发生这个代志，伊不争的小妹犹大还假意归向我，无要真心转来我遮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阁对我讲：陪伴的以色列比不争的犹大阁较好。你着去甲伫北方的人讲，上主安尼宣告：陪伴的以色列人着转来，我袂对恁变面，袂永远对恁受气，因为我对恁的疼永远袂改变。恁着认罪，因为恁有违背上主。恁的上帝伫青翠的树下面对日外族的神明，无要听趁我的话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背逆的囝儿着转来，上主安尼讲：我才是恁的主人，我要对逐个城选一个人，6族选2个人，甲恁带倒来锡安。我要将合我心意的统治者赐予恁，因为用知识甲策略治理恁。恁伫即块土地人口大大加添的时，人袂阁讲起上主的约规，袂阁少念，袂阁记得，因无需要约规，袂阁制作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迄时，耶路撒冷会互人称作上主的宝座，万国万民为着要服侍上主，拢要聚集来遐，因为阁照家己邪恶固执的心做代志。迄时，犹大家要甲以色列家联合，对北方做迄倒来我赐予恁祖先做产业的土地。上主讲：我偌尔爱甲你当作家己的囝对待，将世界上好的土地赐你做产业。我想讲，你会叫我阿爸，袂阁越走毋缀我。毋过以色列啊，恁竟然背叛我，亲像妇人背叛丈夫离开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伫树仔错了了的山峦仔有听见声，是以色列人在吼、在祈求的声，因为因行弯曲的路，甲上主因的上帝放袂记得。恁这个陪伴的囝儿倒来啊！我要医好恁背逆的病。恁讲：阮伫遮，阮倒来你遮啦，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伫小山闹热甲大山吵闹的拜拜，拢无路用，只有上主，阮的上帝，才会当解救以色列。阮对少年就地拜的神明，害阮失去祖先劳苦得到的牛群、羊群、后生、查某囝。阮承认家己的见笑，承担应该受的凌辱。因为阮对少年到今得罪上主，阮的上帝，
阮甲阮的祖先拢无听趁上主，阮的上帝的话。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你若活倒转来我遮，将遮个通掩护的偶像除掉，无搁三心两意。你若照真诚、公平、正直，记应我的上主咒詛，列国就要得到我的祝福，搁夸耀我。上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恁着开垦还未犁过的园，毋通野种伫刺皮内面。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甲恁的心行甲咧归属上主，拄起恁内心的拉残，才免我因为恁的歹行为发受气，亲像火倒起来，无人会当拍花。下定决心，先知耶利米呼吁的对象是一群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民，因为遮尔对立，毋干那是因为外在的引诱，也是因为心中的软弱无力的缘故。为着安尼，耶利米呼吁这群百姓爱秉照至诚、正直、公平的态度，以上帝的名咒詛，来宣告内心的悔改。以外，伊也借用龙经的譬喻来劝勉，爱用开垦荒地的态度下定决心，杜绝一切偶像的引诱和败坏。安尼的决心，拄亲像伫心灵受割礼，经历弃绝固有的家己，甲染破新生，将家己搁再一遍完全奉献予上帝。伫信仰生活中，有时阵咱捌的多，却做的少，宗教财物和信仰行动之间有真大的落差。这种情形并毋简单限定伫基督徒，阁常常出现伫生活伫罪中的人。亲像保罗所讲：所以爱的好，我无去做；无以爱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检采这拄好是以色列人民的问题，因明知拜偶像之恶，却迟迟无法度改变家己。拄因为安尼，咱搁较需要认真思想上帝对咱所讲的话，用谦卑的心领受，搁用顺服的态度回应上帝话语中的指示。1860年9月24日，是宣教师杜家德牧师甲金富尼牧师首次来台登陆淡水的日子。根据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测量记载，当时杜家德发现台湾人大多数人拢袂晓讲厦门语，伊感觉非常意外和兴奋，就伫日记写讲淡水整个地区是福建中下一带所迁来的移民。讲的也是厦门话，而且台湾全岛也用厦门话上普遍。这是一个无平常的现象。跨过台湾海峡，这要具通行上款的语言，伫中国大陆过100里就会红，感觉讲语言袂通，因为安尼。阮的耳孔若像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，来遮帮助阮，直到上帝的福音伫遮发扬光大。此后，杜家德牧师用坚决的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一方面逐日用8点钟编撰下英大词典，一方面写批予社会，要求派宣教师来台湾。经过伊的呼吁，1865年，英国长老教会派马国医师来台宣教。杜家德
牧师也陪同伫身边，热力协助所鼓励。对登录考察到根据地的成立，杜加德用决心回应伊对上帝的承诺，互福音踮台湾定根。无论是下定决心离弃罪恶，还是下定决心顺服上帝的呼召，重要的并毋是只有决心，搁较是人愿意认真面对，用行动回应上帝。当人起身行，上帝将要做工伫这人的身上，搁互伊行伫上帝的应允中间，诚做荣耀伊的器皿。默想，我有倒一寡明知不可为，却长期维持的计划，我爱安怎改变？我有倒一寡明知不可为，却长期维持的计划，我爱安怎改变？咱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互我通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愿意搁再离弃一切罪恶，回转归向你。搁我靠圣神过全新的生活，无搁再和旧有的家己妥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